逸轩，这谁呀？我没打扰到你们吧？啊，没有，没有。看起来你真的饿了。真的很抱歉。你的女儿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找机会，我请你吃饭，算是补偿。我还真没听说过，爸爸和女儿是一张床的。拜托你别走了，行吗？我脑袋都大了。啊，给我多加个这个。哎，我爸他好像回来了。该回来了。妈，你们可乐回来了。啊，你要再2可乐。哎，这2可乐喝多了容易拉肚子啊。哎，你们俩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做的吗？一次性说完行吗？没了。真的没了？啊？真的没了。没了，我睡觉去了。哎，不是，这是你爸吗？啊？这都不带管的。是啊，电话、短信、微信、MSN 都发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看来这次他是玩真的了。那怎么办？投资的事儿就这么搁着。唐敏熙不跟进这件事儿，这不是等着早晚黄摊吗？我以为你们闹闹就完了，没想到。难道咱们的广告创意就一点价值都没有吗？我还真不信了。我看这样吧，明天呢，我亲自出去跑赞助去，公司你盯着。哥们儿，我必须提醒你，你得认清楚形势。你以为你还是个小孩啊？30几岁的人了，还有多少这样的机会啊？这种能让我们大展宏图的机会，难道我们要放弃吗？难道你还相信那种只要有梦想，通过努力就能实现的童话？兄弟啊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咱们开的是广告公司，是靠自己本事吃饭的，不是他妈靠女人吃软饭的，好吗？再有，敏熙呢，跟我在公司里边只是同事关系，你难道想我跪下来求他？你看，说着就急了。你的性格我还不了解，我没让你去求他，我只是现在跟你分析我们公司现在面临的情况。咱们现在干的这件事，在圈里大家都知道，
如果这次真的黄了，咱们在这圈可就不好混了。要不这样，回头咱们去找吴总谈谈，喝顿酒，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。唐敏熙那儿，我去谈。你确实不是个求人的材料。这个事儿啊，咱们也只能看一步走一步。作为朋友，我郑重地提醒你，这个公司对咱们来说是一个事业，必须要认真对待。再说，还有那么多员工靠着公司来生活呢，我们不能只从自己来思考。好容易会干里。这个公司对咱们来说是一个事业，必须要认真对待。再说，还有那么多员工靠着公司来生活呢，我们不能只从自己来思考。敏熙可以做你的女朋友，做你的老婆，还可以给你一个光明的前途。不仅你需要敏熙，我们的公司也需要敏熙。我只是希望你把生意、公司和情感区分开，能行吗？你可能做得到，我做不到。당신은 뭐 하나도 안 닮았더구만. 그리고 그 고모 나 만나는 거 얼굴 주변에 홍보하다가 나 싫어. 咱们开的是广告公司，是靠自己本事吃饭的，不是他妈靠女人吃软饭的，好吗？难道咱们的广告创意就一点价值都没有吗？我还真不信呢。爸，我想要跟你商量一件事。先做好了说话。什么事？就是啊，我想要搬来住。那是你一个人呢，还是两个人呢？哎呦，你也知道嘛，我交了男朋友以后，学校宿舍就不能让我们两个进去了啊，而且我们又没有钱在外面租房子。所以我一定就想到你啦，谁叫你是我爸嘛？你不说话，就是默认了。老爸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，谢谢老爸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
啊，在这儿住。这是什么片儿？爱宝要求和她男朋友住在家里，对我来说，完全是一种折磨。我有的选择吗？我没得选择。谁叫我是他爸呢？哇，看起来真挺不错的。那当然了。这宝宝你，加这个。我先尝尝咸不咸啊？这个不用加了，不用加。拿这个。好，好。再加这个。这个。喂，光吃面包小心噎着，这还有牛奶呢。